所來看這個日月潭吼，這個生態無同的景象，內底魚虎今年比舊年加24倍，這數量太濟，出現了大隻的去食細隻的這個情形，甚至啊食甲這魚啊食傷大喙啊，魚啊家己食甲驚死啊！但年尾熱天開始是魚虎的生產期，這陣啊來到河邊，會當看到紅色的魚仔泡，是魚虎媽媽佇咧附近保護魚仔呀。那所以它的那個繁殖的條件好的情況下，它會產生這次大爆發的一個現象。那目前來講，就已經捕獲吼，大概將近2萬尾。為着防治魚虎，南投縣政府出動專家來放電護魚蝦，數量累積將近3萬隻，是已經開的30倍。它的攻擊慾望這麼的強，連同類都不放過。如果放任它們在日月潭上長大的話，對我們本土魚種的破壞力真的是不敢想象。魚虎對日月潭水中生態已經造成嚴重危害，雖然無法度完全消滅，南投縣政府農業處講會盡量降低族群的密度。